OK，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光頭啊。有位朋友同我講，想話喺星河單提揾一套剛需自住嘅三房，最好係帶裝修嘅9000以下。OK，同大家安排下，就喺呢度一齊睇樓。OK，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一共係89方嘅嚇，一共做咗三房兩廳一衛一個廚房噶。業主裝修一共係使咗10個 W 左右啊。全屋係現代簡約嘅裝修，開放式嘅賭台以及全部房間嘅定制櫃係同你安排得明明白白。鎖匙在手，有興趣嘅朋友右手邊插支旗，今日後台私信我啦。咁係緊先，拜拜。